Hello，give me five。这是我的这个真爱之手，不是真爱之掌。去洗一下，谢谢。那个问你们一个问题，当下就是最好的，活在当下，你是不是已经？阿弥陀佛。那也不至于，那还是七情六欲都在的。啊，情侣都在啊。对，但我觉得现在就最好的。对你现在状态确实非常好，我能感觉到，很喜乐的感觉，然后脸上还有一个酒窝。是梨窝吧？酒窝不是这个样子。啊，这小梨窝，梨窝是吧？梨窝，梨窝里面有没有梨？他梨窝没有你大。啊，那确实，你有2个梨窝，我好像只有1个。那我送给你一个吧。谢谢，那就只有1个了。对。其實每次見你我也像迷，無奈你我各有角色範圍，就算在寂寞夢內超出好友關係，唯在暗內愛你暗裏着迷，無謂要你惹上各種問題，共我道別吧別讓。